讲道远离试探，脱离凶恶，请钟牧师。咱同心来祈祷，至尊至圣、活命的上帝，愿聚集伫你的圣殿内，愿敬拜你，愿愿你拍开阮的心门，求圣神监察阮的内心，求主耶稣用你的宝血洗清阮的心思意念，甲阮做清气的心，重新审视阮正直的心。主，这是阮所求。伫这个世俗的世代，顽巧悖逆的事，阮常常受袂晓。至圣的上帝怜悯帮助阮，互阮伫拄着袂晓的话，阮的心坚定，因为你的话要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互阮亲像阮的主耶稣基督，面对试探的事。阮赢过，这个世间最袂晓扭曲阮的思想甲信仰，这个话，求至圣的上帝带阮做你真实的行志，到一生的路尾。阮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思考甲学习一个真要紧的功课。就是咱的主的祈祷文，甲咱内底，无伫错我入伫去，就救我脱离迄个歹。愿天父上帝圣神帮助咱，互咱拄着袂晓的事，咱无跋倒。求天父上帝带咱脱离迄个邪恶，做欠缺良善的迄种的心思意念。求天父上帝对咱讲话。互咱做真正的基督徒，互咱享受上帝的话对咱生命的改变。所听也做阮今仔日的礼拜，诚做你的祈祷。咱的教会最近的查经班，咱所读的进度就是主的祈祷文。凡咱兄弟姊妹常常共读，也用主的祈祷文来改变咱的心思意念。箴言第4章23节，是犹太人存做最重要、信仰操练的一段圣经。人变好人，人变做歹人，拢是对心开始。兄这对毋对？咱人的生命的转变，咱的念头的转变，咱的个性的转变，咱的习惯的转变，拢是因为。那好的物件入在咱的内底，咱想着好，咱的心就较无好，然后咱就慢慢，互迄个良善的好活伫咱的生命的内底。人变歹人，常常是一念之间，有无好的念头入在咱的心内，有迄个袂晓的念头入在咱的心内，有咱迄个无好的声音，带咱要脱离上帝的管教，上帝的道路，迄种歹念头入在咱的心内时，咱的生命就开始摇移，咱对上帝就开始无遐尼100%的接纳、倚靠甲相信。愿天父上帝怜悯帮助咱，所听兄弟姊妹，咱若要做基督徒，愿咱拢做真实的基督徒。听所罗门所甲咱讲。伊讲人的生命是对心来开始。这句话伫3000年来，伫所有灵修的传统，特别遐会要做神父的人，遐会要做牧师的人，伫修道院中间，因常常操练因的心，常常听伊心内的声，心内有3种声，一种就是欲望的声。一种就是情绪的声，一种就是理性意念的声。我讲一摆，欲望的声、情绪的声、意念、思想的声音。古早人甲伊讲这句话，用希腊语
甲伊讲一个叫做 logismoi， logismoi 这个字就是咧讲人的心思意念。迄个中间古早的灵修，咱的前辈，伊讲伫人的生命中间有三种三dục，三种的欲望，三种的念头，三种的情绪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正对真理的学生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毋是要甲你上课，牧师要邀请咱来到主的面前，领受耶稣教咱的祈祷。求你，互我无拄着刺，无你带我入伫刺，就救我脱离迄个歹。主者，恁有斟酌听书会，伊所读的白话字的圣经，恁就会感觉奇怪，为什么庄老师后边迄句无读？因为圣经马太也好，路加也好，耶稣教因的祈祷，伫最原始的圣经的记载，并无后边即句话，因为各权力、荣光拢是你所有。无论路加，无论马太，耶稣起头教咱的祈祷讲：无得带我拄着刺，无得带我入伫试探的内底，就救我脱离迄个歹。试探就是讲起伫人内底有一种拉扯，一种精神的力量。这边有一个人甲我扭。去做放荡的人，这边有一个人甲我扭，伊要扭我去做圣洁的基督徒，这叫做拉扯的力量。试探其实就是伫咱内心一种迷惑、一种诽谤、一种骄傲的声音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上帝无带咱入伫刺，虽然白话字的圣经翻译做无得带阮入伫刺，其实。真正的古早，因咧读圣经，伊咧翻译，伊咧讲起不要让我屈服于试探。我阁讲一摆，初代教会咱的信仰的前辈，伊将这个希腊语耶稣所讲的话，伊甲伊翻译做不要让我屈服。上帝啊，伫这个拉扯的力量的中间，求你互我有坚持，互我有正直的心，互我有清洁的心。这是。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也是做一个牧师，愿意常常为着咱的囡仔，也为着兄弟姊妹，咱做代祷。愿上帝互咱一生不屈服于这个世间世俗的观念甲价值，好唔好？愿咱伫上帝的面前讲，读你的话，做我的标准，拯救我，拯救这个字叫做 liberal。英语叫做逃棒，叫做自由。意思是上帝，你伸你的手，把我扭起来，我就脱离迄个邪恶。凶恶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就是缺乏良善。个另外一个翻译叫做病态的心理，有水无？咱的心内有歹念头，意思就亲像魔鬼将迄个良善上帝的话对咱的心中，甲咱。摕掉，亲像迄个赤鸟啊，这个蚕我讲若成熟的时候，赤鸟啊上爱吐迄个啥物？稻谷，将迄个成熟的稻啊，赤种甲伊夹掉。魔鬼对真侪基督徒的骄傲，就将伊心内迄个良善，甲伊摕掉。人心内就有某一种的缺乏。上恶个另外一个解释叫做病态、破病，兄弟姊妹保守咱的心，就无这个世间对咱的骄傲，拉扯咱离开上帝，要迷惑咱、诽谤咱所相信的上帝。伊讲上帝嘛无安尼讲啊，因为安怎，兄弟姊妹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领受这个功课。因为这个功课是耶稣教咱的功课。马太福音第4章，以及路加福音第4章，拢讲伫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，伊禁食40日，伫旷野禁食的时，伊产生幻觉吗？
圣经讲，就迄个魔鬼来对伊讲话。圣经记载，耶稣拄着3摆的试探，3摆耶稣拢用上帝的话，将迄个诽谤的声音，将迄个拉扯的声音，将迄个叫叫的声音，伊甲伊讲 ：“No， 毋对，上帝毋是安尼讲。”所听下的姊妹，耶稣甲咱的祈祷最重要就是甲咱讲。我已经赢过这个试探，我嘛知影试探对于我的囝儿、对我的学生有真大的杀伤力，所以恁爱好好保守恁的心，恁爱好好斟酌恁听过的话，然后用上帝的话赢过这种迷惑甲诽谤的声音。原咱来到主的面前。咱伫弯巧背逆的世代，是就是是，毋是就是毋是。最近的新闻有真侪社会新闻，包括长荣大学迄个学生的代志。可能过一两个月前，有一个医生，伊虽然是一个真有能力的名医生，伫一个真好的病院，但是有一种的癖好。就是伊忍袂住、挡袂住，伊会偷偷用手机去拍人群体的风光。其实这毋是一两个人单独的事件，这是毋是？咱活伫这个时代，真侪时阵，就迄种的无好的经济入咱的心内，伊就产生某一种的迷惑，产生一种的搅搅，产生一种的拉扯，所以对咱的心内。就有真侪矛盾，这叫做诱惑。圣经咧讲耶稣受到试探的时，伊讲到魔鬼，伊嘛讲到撒旦。但是路加福音无讲到撒旦，敢若马太福音伫最后，耶稣甲伊讲：撒旦，退去。耶稣骂迄个堕落的天使，就亲像咧骂伊内心的迄个骄傲，伊讲撒旦退去。但是无论是路加也是马太福音，伊咧讲魔鬼来试探耶稣。迄个魔鬼原文的意思是一个迷惑者、迷惑的声音，迄个意思。所以魔鬼基本上，伊是一个人内心某一种要搅扰咱的迄种的念头、思想、甲需要、欲望。所以咱想要食物件，这叫做贪吃。咱的情欲若受搅扰，咱就有贪婪。所以咱就变得太贪心。所以圣经讲贪心是万恶的罪的开始。咱有情绪，咱拄到代志的时会受气，会烦恼，会快乐。三种的欲望，三种的情绪，三种的意念。意念中间上严重的就是骄傲，人想要自傲、虚荣，人想要赢过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对今仔日开始，咱常常有灵修。什么叫做灵修？灵修就是安静，安静听你的情绪，安静听你的心内咧想什么，安静看伫你的手的目肚，代表你的念头甲欲望。我的欲望若垃圾，我的欲望若邪恶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我要有好的念头，我要有好的欲望，主求你怜悯帮助我。这就是今仔日咱的祈祷讲，无你带我入去去，就叫我脱离迄个歹的。当耶稣教伊的教会安尼祈祷的时，起头并无圣经，而这学生也未甲耶稣所讲的教示的话写作圣经，对无？所以耶稣拢亲像牧师讲道，有讲道，但是无讲道的逐字稿。直到有一日，这个讲道通过彼得、
保罗因将耶稣的话传讲给人的时，教会兄弟姊妹就开始甲伊记起来。所以早期记的时，只有记着耶稣所讲：无你带我入日去，就救我脱离迄个虚空、邪恶、病态。后来教会伫晚期的手抄本圣经，伊就甲伊放入去最后这个信仰告白讲：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耀，拢是你所有。你今仔日到我一生的路尾，到代代无尽。啊，这款即句话真做咱行行顺顺、世世代代记得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互我不屈服于诱惑；求你透放我，互我脱离迄个虚空；求你充满我，因为你的圣神若来，迄个所在，才会通真正有自由、权柄甲开展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灵修就是好好照顾咱内心。这个心，咱透早要出门，你无一定有化妆，但是我相信恁拢有一个动作，一定会热头毛，对无？迄个留光头的人讲，牧师我唔免热头毛，因为我是剃光头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要出门，咱都要热头毛，但是咱要出门。咱敢捌安抚，好好照顾你的内心。主今仔日我要用清洁的心、甲正直的心来面对我今仔日的生活。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互耶稣的故事成做咱的故事。耶稣的故事，伊讲：我已经赢过撒旦，我已经赢过魔鬼，我已经赢过迄个搅扰。我已经赢过迄个诽谤，恁是我的学生，恁免惊，因为逐摆恁若安尼祈祷，我就甲恁三甲伫地。啊，即咱敢知即个主的祈祷文就是即个意思。主的祈祷文的意思就是讲，逐摆咱咧祈祷的时，即个教咱的祈祷的耶稣就伫咱的身边，保守咱。啊，即你愿意互耶稣陪你到一生的路尾吗？你愿意互耶稣的原则成做你做基督徒的原则吗？你愿意亲像耶稣赢过真多引诱甲试探吗？伫这个弯曲背逆的世代，有真多人伫真多的癖好，另外一个翻译叫做习惯啦。牛牵甲北京嘛是牛。人真困难改变伊的本性，但是这人无都改变人，但是真理会通改变人，圣神会通帮助咱改变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咱做伙来领受这个遮尔宝贝，一个真尊贵、圣洁、清气。良善的活命，一日一日一日，咱行天路，咱慢慢改变，直到有一日，上帝的荣耀就踮伫咱的中间。独只有马太福音有记着撒旦，路加、马太、马可拢讲魔鬼。魔鬼这个字原本的意思，第八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就是迷惑。迷惑人、诽谤人，伊的意思就是徛伫人的面前讲上帝歹话，迄种的心思意念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的心常常尊主最大，有清气的心。用耶稣教咱的方法，就是上帝的话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讲上帝的话是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伫这个世代要完全无互人欺骗，有时是一个真困难的功课。愿天父上帝
伊的圣心常常亲像光，互咱听有迄个欺骗的话，互咱听有迄个扭曲的话、诽谤的话、迷惑的话。主帮助咱真侪伫伊面前有得胜。所以耶稣教咱这个祈祷中间两个真要紧的功课。第一，就是咱来意识到伫咱人生中间，咱常常会对着诽谤者。第二，咱来坚持。我阁讲一摆，耶稣教咱这个功课。第一，咱来意识到这个时代常常会对基督徒讲骄傲的话。无影啦，圣经讲的话足好笑的呢。你有够戆。这叫做迷惑。耶稣甲咱讲，就是恁来常常意识到，这个世间人常常会甲咱讲，毋是安尼啦。所以耶稣才讲有两条路。伫伊的山上宝训的最后，马太福音第7章，伊讲这个世间有两条路，一条路是通到真理天堂的所在，迄条路真少人行，真细条。但是有一条路通到地狱，迄条路是爽快、享受的，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迄条路人满满是好行佮大条。耶稣讲：你唔通听假先知，因为这个时代有假先知要出现，就亲像撒旦甲魔鬼，伊要讲抵挡上帝的话。撒旦的意思就是抵挡者，反对上帝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第一，咱知影咱的人生必然爱小心；第二，咱爱有坚持。坚持是一种的意志。我若要做基督徒，我就坚持，我的心不爱互人世俗化，我不妥协，我不屈服。求天父上帝的圣神对恁讲话，这就是今仔日的圣经。试探是一种拉扯的力量，试探是一种的诱，那拔河，伊对咱对上帝的神秘，甲咱诱去食荣华富贵、享乐主义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毋是受好调来做乞食，毋是。咱是受好调来享受一种尊贵有价值、丰盛满足的生命。愿咱春秋甲上帝祷告，主啊，救我脱离那个恶者凶恶。凶恶原文的翻译有几种：第一，缺乏良善；第一，生病。有人该犯做所有的一切不幸、不幸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脱离咱的世间中间所有的不幸，因为主讲恁是有福气的人，因为天国是恁的，因为恁是上帝的囝子，恁是天国的囝子。愿主怜悯帮助咱，用正确的态度带咱行幸福的路。愿天父上帝伫咱空虚欠缺这种的心灵的内底，更较济，养起咱。保罗讲：求你享受长阔高深的爱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活命，那充满伫咱的内底，咱的生命就要改变。所以犹大，伊伫伊的批内底，伊甲伊的兄弟姊妹讲。恁都爱伫至圣的真道顶悬造就家己，恁爱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恁爱倚靠主耶稣基督的怜悯。这就是基督徒三个灵修真要紧的功课：读上帝的话，用上帝的话赢过魔鬼。家己无法度祈祷的是伫圣神的内底祈祷，因为圣神做咱的保惠师。伊要用讲袂出的怜悯甲吐气，为着咱正人来祈祷。咱无能力，但是主耶稣要怜悯咱。所以传统的祈祷
特别是伫人连祈祷都无法度祈祷的时，牧师要甲恁讲有一个叹息的祷告，叫做主耶稣啊，求你怜悯我。恁还会记得祈祷吗？咱拢真浪漫，咱拢真爱听太祖的歌，起雷的爽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但这句话基本上是一个伫软弱到无法度祈祷的时，迄种的哀求讲，主啊，你怜悯帮助我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开始这个祈祷。牧师要甲恁提醒两个功课：第一，要有警觉心，爱警醒。因为魔鬼，耶稣讲魔鬼亲像好塞，魔鬼像贼仔，魔鬼伫咧暗暗中间，你无意识到，你无小心的时候，迄个魔鬼就偷偷的来，伊就要坐伫你的边啊，你嘛唔知伊来啊。伊就开始伫你的心内产生一种拉扯，要叫你去啉酒，要叫你去迄个一寡无好的场所。伊开始甲你灌输一寡想法，伊甲你讲上帝给伊的话毋是这个意思啦，伊就开始甲你解释上帝话的意思。求天父上帝帮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亲如耶稣。因为圣经讲，你若是上帝囝，你会当将这个石头，因为巴勒斯坦、以色列、耶路撒冷，迄个所在是一个真干旱的所在，石头满满是。所以魔鬼知影耶稣有权柄，伊个甲讲啥？我知影你是足敖的，你够足能力，因为你是上帝的囝，你无所不能，你会当将石头变为面包啊！面包对食米粉、食麦啊的民族来讲，面包是何其神圣，你敢知影？因为麦啊甲面包就孕育出来米粉的社会，也世世代代的文化，甲行行顺顺。所以面包伫人的信仰中间是极其宝贝甲神圣。所以耶稣讲，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，恁会记吗？石头是什么？犹太人有一个礼拜堂叫做石头山，起伫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迄个区域中间有一个所在叫做石头山。对亚伯拉罕开始，石头是设立祭坛的开始。对亚伯拉罕跟对耶稣了后，祭坛拢是用石头来起造起来。所以魔鬼这个意思就是，伊将一个神圣的生命，该世俗化，或变成面包。当然这是神学家的解释。兄弟姊妹，魔鬼真够解释圣经的意思。伊讲跳落去啊！伊讲你若跪拜我，这个世间所有荣华富贵拢互你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捌听过魔鬼的声？甲你讲，求天父上帝保守咱的心。每一摆魔鬼讲话时，咱拢感觉足歹听，毋是因为咱有智慧，因为圣神保守咱。迄种邪恶的话，每一句话入咱的心的时，咱拢感觉足刺擦。咱知影迄是无好的话。求天父上帝帮咱，互咱面对肉体的需要，互咱面对心灵的需要，互咱面对信仰的需要，拢健康，拢正确。求主怜悯帮助咱，伫咱肉体的欲望，伫咱心灵的情绪，伫咱信仰的意念顶悬，咱拢警醒祈祷。因为主耶稣甲伊学生讲，恁敢袂通甲我同警醒一刻久嘛？亲爱兄弟姊妹，莫阁拄久啊！亲爱兄弟姊妹，拄久嘛是一种魔鬼的作为。你爱学习
鼓励你家己，常常伫神圣的时间保持你的心。你唔通讲啊，我着神圣是有即种的糖尿病。糖尿病的人常常爱拄久，爱拄久的人落尾变糖尿病，歹势啦，唔对啦，没有这种因果关系。好，我师父刚才甲恁小可诙谐小劝一下，兄弟姊妹，坚持，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永远有更新的力量，主帮助咱，求天父上帝，互咱伫伊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，救我脱离迄个试探。互我不屈服于诽谤、迷惑，将虚空、空虚对我心中充满，主利用你所有一切的价值良善，所有美善的力量，充满伫我的生命中间。主帮助我，互我伫你的面前，我要行一条你所欢喜的路。我不爱听这个世间假神的声音。我的生命不要被混淆，求你赏赐我智慧的心，剩下家己的年纪。主帮助咱意识到，意识到什么？意识到伫咱的心内常常有冲突，意识到真侪伫咱生活社会中间所带予咱有价值的冲突，有伦理生活的冲突。有情绪的冲突，主帮助我，互我坚持行你所欢喜的路。迷惑就是这种拉扯的力量，最重要，伊就是要互咱甲上帝的关系冷淡。迷惑最重要，就是要互咱甲上帝的关系冷淡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互咱伫伊面前得到伊的帮助，因为这是耶稣的应允。耶稣既然教咱这个祈祷，耶稣伊嘛讲，既然奉我的名祈祷，有无？所以为什么咱祈祷到最后拢会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？就是这个意思。耶稣教咱的祈祷，伊的意思就是，逐摆恁为着软弱祈祷的事，唔免惊，我伫恁的身边。我要帮助恁，这就是伊的拯救。所以咱爱相信，因为上帝的权能、上帝的荣耀，到永远到永远，伊要赏赐予咱。兄弟姊妹，愿咱对上帝来领受，咱伸出双手甲主讲：主赏赐我，赏赐予我。所以第二日今仔日的经文中间，牧师要鼓励咱。有真侪人意志软弱，但是咱安尼教咱的囡仔意志坚强。启恩，做兵操练，敢是常常拢咧磨练迄兵仔的意志，有无？有当时行军3天无困，嘛袂使困，还班长佫摕一个起托互伊，你的目睭皮若上叮当，你甲起托吐咧遮，无影啦。其实是为什么？互你无食，互你无困，直直甲你操。目的是什么？不是讲那体能上的增强，意志力。基督徒上要紧，得胜的规律就是坚持。主要要坚持，永远你就是我的上帝。主要要坚持你的话，永远就是我遵行、遵守、遵谈的原则。主求你帮助我。所以每一摆做礼拜的时，咱应该坚持。无听迄个迷惑的声音，咱拒绝迄个错误的价值观念。咱要恳求天父上帝，讲主啊，这是我生命的杯，我将伊洗清去，我要承受你填满伊。主用你的丰盛来充满伫我的生命中间。早期的圣经翻译耶稣所教这个祈祷书，伊安尼翻译。牧师给您写起来，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屈服于每一个试探，让我们远离一切的假象。安尼有较白话无？主求你帮助我，
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意思就是，分别细性的性格的基督徒，无用这个世俗弯曲背逆的世代屈服。主帮助咱，互咱远离所有的假象，荣华富贵拍马屁，常常人是活伫一个虚假的中间。也这愿上帝将迄个真清楚知影，互你知影你活伫这个世间，你所得到、你所追求，清楚方向，适当、高雅就好。认识咱家己伫你心内在的欲望、节制力、生物、动物性的本能。咱是动物，咱是生物。咱枵，咱就想要食；人有欲望，就想要满足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上帝为所咱认捌咱家己，因为圣神的帮助，咱就有节制，有所为有所不为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咱的欲望，伫咱的情绪，伫咱的意念。因为上帝讲，我的念头悬过恁的念头，我的道路悬过恁的道路。主帮助咱，兄弟姊妹，要啉清气的水，都要用清气的杯仔来啉。奉耶稣的名，主耶稣，你的宝血洗净我；主耶稣，你的宝血洗净我；主耶稣，你的宝血洗净我。对什么所在？对于我的心思意念，到什么所在？到我的一切的欲望、假情应，包括我的情欲，主对我的心思意念，到我的欲望，对我的情绪，到我的理性，主你拥抱我，互我成做一个平安的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听阮祈祷，阮今仔日读到你教阮的祈祷，无你带阮入去试，无你用阮屈服伫这个世间撒旦的话，互阮脱离空虚、病态、癖好、错误的习惯，逃放阮，拯救阮。因为你的圣神的帮助，互阮得胜。阮安尼恳求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拢是你所赏赐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